你有冇發覺嗰啲活得最通透、最自在嘅人，喺親情關係裏面往往表現得異常冷酷？佢哋唔會為咗父母嘅一句抱怨而輾轉難眠，唔會為咗仔女嘅一次失敗而焦慮崩潰，更加唔會為咗兄弟姊妹嘅唔理解而心如刀割。喺世俗嘅眼光入面，呢班人好似自私自利，好似冇人情味，佢哋望落好似咩都唔在乎，但偏偏佢哋嘅家庭觀係反而是最和諧嘅。呢到底係點解呢？難道佛法教我哋絕情絕義非也？今日等老衲話俾你知一個被世人誤解咗千年嘅真相。呢個真相收埋喺佛學最深處嘅智慧入面，但好少人真正睇得明。就係要不分你我咁捆綁埋一齊。但佛法話俾我哋知，真正嘅慈悲往往帶住三分冷峻。金剛經有句說話，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好多人念咗一世，都從來未搞得明呢句話真正想講啲乜。所謂無所住，就係唔執着、唔停留、唔攀緣。佢講嘅唔係叫你變得無情，而係要你明白，真正嘅愛根本唔係你以為嘅嗰個樣。然後要求佢哋對你咁恩大德，你以為呢愛係你攞出畢生積蓄幫個仔俾首期買樓，然後期望佢哋個個周末都翻嚟陪你飲茶。第一重迷思，痛苦的根源在於執着。2000年前，佛陀喺菩提樹下悟道之後，講咗一個令所有人都震驚嘅真相：人生有8苦，其中有一苦叫做愛別痴苦。即係咩意思呢？就係話你越愛一個人，你就越痛苦。老衲要話俾你知，唔係因為愛本身有問題，而係因為你將愛變成咗執着，將關懷變成咗控制，將付出變成咗一重交易。當你嘅愛變成咗一場籌碼，你每一句我都係為你好，喺屋企人聽落都係沉重嘅枷鎖。你越係熱情咁介入佢哋嘅人生，佢哋就越想逃刺。呢個就係點解你大半生操勞，卻換你滿腹委屈嘅根本原因。嗰啲喺親情裏面顯得冷酷嘅人，唔係冇愛，而係佢哋識得將呢份愛淨化，抽黐咗控制同期待，淨係留低純粹嘅祝福。既然知道咗痛苦嘅根源在於執着，咁我哋具體係點樣喺日常生活入面一步步將自己同屋企人逼入死角呢？等老衲同你哋講個佛經入面嘅故事。《雜阿含經》裏面記載咗咁樣一段說話。有一次，一位在家居士去見佛陀，佢滿臉愁容，眼眶都紅晒。呢位居士就同熒幕前無數個為人類吹碎咗心嘅父母一樣。佛陀問佢咩事，佢話：世尊啊，我個仔唔聽我話，我日日都喺度擔心佢，為佢操碎咗心，但係佢一點都唔領情，我真係唔知點算好啦。各位老友記，呢個場景熟口面嗎？你喺海外辛苦打拼，好唔容易供個仔讀完名牌大學，佢卻偏偏要去搞咩藝術，做咩流浪歌手，或者你喺香港慳食儉用，個女卻偏偏嫁咗個你唔滿意嘅窮小子，你苦口婆心，你流乾咗眼淚，結果換嚟一句：你唔好再管我啦。遇到呢種情況，世俗嘅心理輔導師可能會教你點樣改善溝通技巧，教你點樣去理解後生仔，但係你估佛陀係點答嘅？佛陀冇教佢點樣去說服個仔，亦都冇教佢點樣管教細路嘅方法。佛陀只係淡淡講咗一句：你之所以痛苦，唔係因為你個仔唔聽話，而係因為你認為佢應該聽話。猶如洪鐘大呂振聾發聵。老衲請你哋合埋對眼，好好反思下我哋喺親情關係裏面受嘅所有苦，幾乎都嚟自2個字：應該。你心入面係咪有一本好厚嘅相本，上面寫滿咗各重條款？父母應該理解我，仔女應該聽我話，兄弟姊妹應該支持我，另一半應該明我心意。學生你養你應該每個月俾家用我幫你哋湊細路湊到腰酸背痛。新抱應該對我客客氣氣，我為咗呢個家放棄咗事業。老公應該將我捧喺手心裏面。但係你有冇諗過呢啲應該到底係由邊度嚟嘅？係邊個規定嘅？係天經地義咩？唔係嘅。喺佛法嘅慧眼睇嚟，呢啲應該全部都係你自己作出嚟嘅劇本。
你就好似一個傲慢嘅導演，你喺心入面寫好咗一個故事，批定咗每個人嘅角色同台詞，然後你期待佢哋按照你嘅劇本嚟演。你設定咗孝順仔嘅角色，設定咗賢惠妻子嘅角色，你將自己當成咗歌廷宇宙嘅中心，所有人都必須圍繞住你嘅意志去轉。但現實係咩呢？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劇本，冇人會按照你嘅諗法去活。你嘅仔女有佢嘅姻緣，你嘅伴侶有佢嘅業力，佢哋係獨立嘅生命體，唔係你劇本入面嘅斜線木偶。當現實同你嘅劇本唔夾嘅時候，你就痛苦啦。你覺得被背叛，覺得委屈，覺得呢個世界對你唔公平。你用眼淚，用道德綁架，結果呢，你像原本可以好混亂一個，變成咗一個互相折磨嘅修羅場。放低嗰個應該啦。世間萬法皆係因緣，好咩係理所當然嘅應該。別人對你好，嗰啲係因緣和合嘅福報，你要感恩；別人唔順你意，嗰啲係因緣流轉嘅必然，你要取願。當你可以徹底撕爛心入面嗰本應該嘅劇本，唔再用自己嘅意志去強姦屋企人嘅自由，你先會發覺嗰種所謂嘅冷酷，其實係俾彼此生命最大嘅尊重同呼吸嘅空間。你唔再鎖死佢哋，你亦都解脫咗自己。第二種迷思，緣起成空與無常。好多老人家甚日你雲腦納訴苦，大師眼冇個自細個嗰陣好黐目，點解去外國讀完書翻嚟，就好似變咗另一個人咁，同我冇眼睇，講多兩句就嫌我煩。喺解答呢個問題之前，老衲要同你哋講一個佛法入面最根本嘅底層邏輯。佛學入面有一個非常重要嘅概念，叫做緣起成空。呢個詞聽落好似好高深好出世，其實佢就發生喺你我每日嘅呼吸同生活之中。意思係話世間嘅一切事物，包括人與人之間嘅關係，都係因緣和合而生嘅。未係因緣和合，就好似一壺茶，有水有茶葉，有火候有茶具，因緣具足咗，茶香就出嚟啦。但呢壺茶會永遠保持呢個溫度同味道咩？唔會，佢唔係固定不變嘅，佢時時刻刻都喺度變化。你翻開屋企嗰本發黃嘅相簿，望住仔女企喺你膊頭上面大笑嘅相，你心裏面酸溜溜，你總係覺得佢哋變咗，變得唔再需要你。但係老友記，你嘅父母唔會永遠係你記憶中嘅樣，你嘅仔女唔會永遠需要你，你嘅兄弟姊妹亦唔會永遠同你企喺同一陣線。呢個就係宇宙間最強大嘅法則。好多華人長輩特別驚聽到無常或者空字，覺得好唔吉利，好灰暗。但老衲話俾你知，呢個唔係悲觀，呢個係事實。各位老友記一定都背過或者聽過心經。心經裏面有句說話：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真正明嘅人並唔多。老衲今日用最貼地嘅話範，亦俾你哋聽。色指嘅係世間嘅一切現象，包括我哋嘅身體、感受、念頭，以及我哋同其他人嘅關係。空唔係話呢啲嘢唔存在，而係話呢啲嘢冇一個固定不變嘅本質。老衲問你，你今日嘅父母同10年前嘅父母係同一個人咩？從名字上嚟講係，但係從本質上嚟講，佢哋時時刻刻都喺度變化，佢哋嘅身體喺度變，諗法喺度變，同你之間嘅關係亦都喺度變。同你今日嘅仔女仲喺當年嗰個跌親要你吹吹傷口嘅細路咩？佢哋喺社會上經歷咗風吹雨打，有咗自己嘅事業、伴侶、煩惱同價值觀，佢哋早就變晒啦。你痛苦係因為你唔肯接受呢個變化。你執着嘅嗰個父母，其實只係你心入面嘅一個概念、一個標籤。你執着嘅嗰個聽話嘅細路，亦都只係你腦海中定格咗嘅一張舊相。但係真實嘅父母每一秒都係新嘅，真實嘅仔女每一日都喺度成長同流轉。當你明白咗呢一點，你就唔會再執着於父母應該係咩樣啦，因為根本就唔存在一個固定嘅應該，一切都喺度變化，一切都係因緣和合嘅產物，一切都唔係你可以控制嘅。呢個唔係悲觀，呢個係解脫。老衲使日見到一啲海外嘅老華僑，日日守住個電話，等我賊響起，
只要仔女一日無福，或者語氣稍微冷淡少少，就覺得天崩地裂，覺得自己被拋棄咗。呢個就係用執念喺度折磨自己啊！當你真正接受咗呢個事實，你先可以從嗰啲無謂嘅執着面解脫出嚟。你先會明白真正嘅愛唔係捉實，而係放手；唔係控制，而係祝福；唔係要求對方變成你想要嘅樣，而係允許對方成為佢自己。佢今日返工冇得閒陪你飲茶，嗰個係佢今日嘅因緣。佢選擇咗同你唔同嘅信仰或者生活方式，嗰個係佢生命嘅軌跡。你允許佢變化，你允許佢成為一個獨立於你之外嘅靈魂，呢個先係最高級嘅慈悲。呢個就係點解嗰啲活得通透嘅人喺親情裏面望落咁冷酷，因為佢哋睇破咗呢場名為家庭嘅緣起緣滅，佢哋睇透咗執着背後嘅傷害，所以佢哋選擇咗放手。佢哋明白手入面嘅沙，你揸得越緊，流失得越快佢。唯有攤開手掌，嗰把沙先會安安穩咁留喺度。老友記，你日夜牽掛嘅，好多時只係你心裏面放唔低嘅昨日幻象。寫下啦，放低對幻象嘅執取，你先可以真實咁活在當下。三個顛覆認知的佛經故事，好多時我哋痛苦唔係因為我哋唔夠愛，而係因為我哋愛得太過用力，甚至妄想去孭起本來唔屬於我哋嘅人生。接落嚟老衲要講嘅故事，會令好多為人類操碎心，甚至掏空棺材本嘅父母嚇出一身冷汗。呢幾個故事來自唔同嘅時代、唔同嘅背景，但佢哋都指向咗同一個真相。睇完之後，你會對親情中嘅冷酷有一個全新嘅理解。第一個故事，目犍連尊者救母與無能為力，發生喺佛陀時代。喺佛陀嘅18弟子之中，有一位神通第一嘅尊者叫做目犍連。各位，你哋知唔知目犍連有幾犀利呢？佢可以用神通睇到三界六道嘅一切，可以喺一瞬間由人間飛到天上，可以用意念移動山河。喺當時幾乎冇人嘅神通比佢更加強大。但係就係咁樣一位神通廣大嘅尊者，佢有一件事令佢痛苦不已。目犍連嘅母親生前係一個慳貪吝嗇、唔信因果嘅人。佢死咗之後，因為自己做下嘅惡業，墮入咗魔鬼道，受盡咗飢餓同痛苦嘅折磨。目犍連用神通睇到母親嘅處境，心如都割佢lòng。佢有咁大嘅神通，我一定要將阿嫲救出嚟。於是佢立刻用神通變出美食，親自送到母親面前。你知發生咩事嗎？嗰啲食物一到母親嘴邊就化成咗火焰，根本冇辦法入口。目犍連試咗一次又一次，用盡咗各種方法，卻始終冇辦法改變母親嘅處境。佢絕望啦，佢跑去揾佛陀，跪喺地上痛哭流涕世尊，我神通第一，點解連自己嘅阿媽都救唔到？請你話俾我知，我應該點算？佛陀望住佢嘅，沉默咗好耐，然後講咗一句話。呢句話震動咗目犍連，亦都震動咗所有喺場嘅人。佛陀話：目犍連，你嘅神通再大，都大唔過你母親自己嘅業力。每個人嘅業都係自己做嘅，亦都只能夠自己去承受。你救唔到佢，唔係因為你唔夠強大，而係因為呢樣本身就唔係你可以救得到嘅事。老友記，目犍連為咗佢從來冇諗過，佢一直以為只要自己足夠強大就可以保護自己愛嘅人。但佛陀話俾佢知，呢個世界上有啲事係任何力量都冇辦法改變嘅。呢個道理擺喺我哋今日嘅親情關係裏面，又何嘗唔係一樣咁血淋淋？老衲見過太多香港同海外嘅華人父母，見到個仔做生意失敗欠下巨債，或者個女遇人不淑婚姻破裂，做父母嘅就心與到割，恨不得將自己條命當活出去救佢哋。仔女贈人過數賭債，父母就將養老嘅錢攞出嚟舔氹，仔女唔肯踏實做嘢，父母就死灼撲關係幫佢哋揾後路。但係你幫咗佢一次，佢覺得理所當然；幫佢2次，佢開始期待；幫佢3次，佢就會依賴。幫到後來，你唔幫，你反而成咗個衰人，更可破壞你嘅幫忙。
可能正係在度緊佢自己應該走嘅路，應該償還嘅因果。呢個天底下嘅事，好多網絡喺幫忙，其實係喺度奪光。咩叫奪光？就係將本來應該屬於別人嘅歷練搶過嚟替佢做咗。你以為你幫緊佢，其實你害緊佢，因為嗰份力氣、嗰份經驗本來應該係佢嘅，你替佢做咗，佢就永遠都得唔到啦。老友記啊，你想改變你嘅父母，等佢哋開明啲，理解你多啲；你想改變你嘅仔女，等佢哋聽話啲，上進啲；你想改變你嘅另一半，等佢哋體貼啲，懂你多啲。但係你有冇諗過，你憑咩認為你可以改變一個人？就連神通第一嘅穆堅連都做唔到嘅事，你憑咩認為你可以？你嘅人脈，你嘅苦口婆心，難道比穆堅連尊者嘅神通還要廣大咩？每個人嚟到呢個世間都有佢自己嘅業力，又咩有佢自己嘅功課要做。你強行介入就係越俎代庖，就係同宇宙嘅因果法則作對。因果從來都唔會輸。當然故事仲未完，佛陀接着話，雖然你一個人救唔到佢，但有一個方法可以幫佢減輕業障。每年嘅7月15日係僧眾結下安居圓滿嘅日子，嗰一日十方僧眾嘅功德最為殊勝。如果你可以喺呢一日用至誠嘅心供養十方僧眾，以呢份供養嘅功德回向俾你嘅母親，就有可能幫佢脫痴苦海。穆堅連照做咗，到咗7月15嗰一日，佢準備咗最好嘅供養，以最虔誠嘅心供養咗十方僧眾，奇蹟發生啦。佢嘅母親因為呢份功德，終於從餓鬼道脫痴，得到咗解脫。呢個就係盂蘭盆節嘅由來。但我話俾你知嘅唔係呢個節日嘅來歷，我要話你知嘅係呢個故事背後更深嘅含義。你有冇留意到？穆堅連一個人嘅時候，用盡咗神通，咩都救唔到。但係當佢放低我一定要救佢嘅執念，轉移借助十方僧眾嘅力量，反而成功咗。呢樣說明咩？呢樣說明真正嘅幫助唔係你一個人逞強，真正嘅智慧係知道咩係你可以做嘅，咩係你做唔到嘅。穆堅連之所以能夠救母，唔係因為佢變得更犀利咗，而係因為佢終於承認咗自己嘅無能為力。當你承認咗呢一點，當你真正接受咗我改變唔到任何人呢個事實，你就會發覺你心入面嗰個重擔一下子就放低咗。你唔需要再為別人嘅人生負責，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可以做嘅事，然後將結果交俾因緣。老友記，將仔女嘅業力還翻俾佢哋自己啦，俾佢哋去跌倒，俾佢哋去痛，俾佢哋去承擔自己選擇嘅後果。呢個唔係你做父母嘅狠心，呢個係一重更高維度嘅慈悲。因為你一幫就係害緊佢，你一搏就係喺度種下未來更大災難嘅種子。呢個就係第一個故事要話俾你知嘅道理。認清自己嘅無能為力唔係放棄，而係解脫嘅開始。第二個故事為你好的控制，業力不可代受。呢個道理的確有啲沉重。本來就係剝皮抽筋，唔將嗰啲懶根挖出嚟，邊度可以長出清淨嘅菩提葉？而家等我哋繼續行落去努力，要同你哋講嘅第二個故事，亦都係無數家庭日日都上演緊嘅悲劇，名為你好嘅控制。老友記，你係咪首日將呢句話掛喺嘴邊？阿媽咁做都係為你好啊！我食鹽多過你食米，我會害你咩？我哋總係以為將最好嘅嘢塞俾屋企人，將我哋認為最正確嘅路指俾佢哋行，呢個就係愛。但結果往往係你俾得越多，佢哋走得越遠。點解？聽完下面呢個故事，你就會恍然大悟。第二個故事發生喺1000多年前嘅古代，嗰陣時有一位禪師，後生嘅時候非常有才華，10幾歲就讀通咗各種經典，20歲就已經喺佛學上有好深嘅造詣，好多人都話佢將來一代宗師。但係呢位禪師有一個心結，嗰個就係佢嘅父親。佢嘅父親係一個普通嘅農夫，一世人都未讀過咩書，唔識咩大道理。而且禪師細個嗰陣，阿爸對佢非常嚴厲，成日打罵佢，從來冇表達過關愛。各位老友記，呢種情況喺我哋嗰個年代好常見，做老豆嘅
日日喺田裏面揾食，或者係公漢做苦力，脾氣暴躁，邊度識得咩外嘅教育？呢位禪師出家之後，修為越來越高，受人景仰，但佢心入面始終有個坎過唔去。佢一直想度化自己嘅父親，想等佢都可以學佛念經，了解因果嘅道理。佢覺得父親呢世人太苦啦，又做咗唔少口業，如果唔學佛，下世點算？於是每次佢返屋企都帶住滿腔嘅熱情去度化父親，但每次佢返屋企，阿爸都只係冷冷咁望佢一眼，然後繼續做自己嘅嘢。禪師講經說法，父親一句都聽唔入耳。禪師送佢佛珠，父親轉手就掉咗去角落頭。禪師越想度化父親，父親就越反感佢。呢件事成咗禪師心入面最大嘅遺憾。禪師心諗，我諗夠度化成百上千嘅信眾，點解就度化唔到生我養我嘅父親？歲月如梭，後來禪師嘅父親病重啦。禪師聽到消息，連夜趕返屋企。當佢推開個扇冷踩門，見到瞓喺床上受骨仙禁嘅父親，心裏面衝起咗一股強烈嘅愧疚同不甘。佢諗呢句可能係最後嘅機會啦，無論如何，我一定要令阿爸開悟，等阿爸可以念佛往生。於是佢唔理女肚勞頓，直接跪喺父親床前，開始講解淨土法門、將阿彌陀佛嘅願力、臨終一念嘅重要性。佢講到聲淚俱下，講到口乾舌燥，但係床上嘅父親始終合埋對眼，一句話都冇講。禪師絕望啦，佢明白點解自己咁努力，阿爸就係唔肯接受。佢甚至喺心裏面埋怨父親嘅玩攞同愚癡。就喺呢個時候，父親突然擘大眼望住佢開口講嘢啦。父親嘅聲好虛弱，但係每一字字都非常清楚。佢話：仔呀，咩都識咩都咯，但係有一件事你到而家都唔明。禪師問咩事？父親話：你一直想度化我，但係你有冇問過我想唔想俾你度化？老友記呢句話猶如晴天霹靂。你以為你喺度幫我，但係你知唔知每次你同我講嗰啲佛法，我心入面諗緊咩？我心入面諗緊嘅係我呢個仔從來就冇真正接受過我呢個人，佢總係想改變我，想將我變成佢心目中嗰個應該一樣。禪師呆咗，佢從來冇從呢個角度諗過問題。佢自以為是嘅慈悲喺父親眼裏面竟然係一重深沉嘅嫌棄。父親唞咗口氣繼續講：你知唔知我呢世人最開心係幾時？唔係你考到功名嘅時候，唔係你被人叫做高僧嘅時候，係你細個嗰陣。有一次落雨，你走到田入面幫我收稻米，嗰日你咩都冇講，就係默默咁陪住我做嘢。嗰一日我覺得你係我個仔。講完呢句話，父親又合埋對眼。3日之後，父親走咗。禪師係父親嘅靈前跪咗足足一夜。喺嗰搖曳嘅燭光之中，嗰一晚佢終於明白咗一個道理：真正嘅孝順唔係要父母變成你想要嘅樣，真正嘅愛唔係去度化邊個改變邊個，真正嘅慈悲係接受一個人本來嘅緣，哪怕嗰個樣喺你睇嚟並不完美。佢以為自己喺度化緊父親，其實佢係滿足緊自己。佢以為自己喺度付出愛，其實佢喺度表弟控制。佢以為自己喺度盡孝，其實佢喺度逃避面對一個真實嘅同自己想象中唔一樣嘅父親。嗰一刻佢先至係真正嘅開悟。從嗰陣開始，呢位禪師喺教導弟子嘅時候，所一講一句話：莫以己心度他人意。唔好用你自己嘅心去詮釋、去安排、決定別人嘅人生。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路要行，哪怕係你最親近嘅人，你亦都冇權替佢做決定。老衲講完呢個故事，你哋心入面有咩感想？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喺親情關係裏面最可怕嘅唔係冷漠，而係打住為你好旗號嘅控制。好多時我哋以為自己喺度愛，其實我哋只係將自己嘅焦慮、恐懼、期待投射到對方身上。你諗下你自己，你擔心父母嘅身體，所以你逼佢哋食各種保健品。你擔心仔女嘅未來，所以你拼命想佢哋成功，逼佢哋考名校，搵份安穩高薪嘅工。
你擔心另一半會刺害你，所以你時時刻刻都想掌控佢嘅行蹤。但係你有冇諗過呢啲所謂嘅擔心到底係為咗邊個？係為咗佢哋，定係為咗你自己？你逼仔女結婚生仔，真係驚佢哋晚年孤獨，定係驚你喺親戚朋友面前抬唔起頭？驚你自己享受唔到抱孫嘅樂趣？好多時我哋以為自己喺度付出，其實我哋只係喺度索取。我哋索取嘅係安全感、掌控感，係為一個好人嘅自我證明。我哋總係好似嗰個後生禪師咁，對住屋企人喋喋不休，試圖將佢哋雕琢成我哋理想中嘅完美雕像。但我哋忘記咗屋企人唔係泥巴，佢哋係活生生嘅人，佢哋有自己嘅業力，有自己嘅因緣，亦都有自己嘅缺點同軟弱。只有當你認清咗呢一點，你先可以真正愛一個人，唔係嗰種令人窒息嘅愛，唔係嗰種帶住條件嘅愛嗰種愛，而係一種真正純粹冇任何附加物嘅愛。真正嘅慈悲係好似嗰棵生喺懸崖邊嘅老松樹，靜靜咁睇住萬物還生長。如果你嘅仔女係一條草，你就唔好逼佢開出牡丹花；如果你嘅伴侶係一嚿石頭，你就唔好逼佢變成一嚿美玉。只有當你放低為你好嘅執念，先係真正嘅慈悲。接受佢哋嘅唔完美，接受佢哋唔按你嘅牌理出牌，默默咁陪伴，喺佢哋需要嘅時候遞上一把遮，喺佢哋唔需要嘅時候退到一旁。呢個就係親情裏面最難做到嘅冷酷，亦都係最高級嘅愛，琴日過係最愛。第三個故事，維摩詰的菩薩冷眼。既然你已經睇破咗業不可代受，亦都放低咗控制嘅執念，咁接落嚟，我哋就要面對人生中最避無可避嘅一道難關，生老病死。到咗我哋呢個年紀，去醫院探病嘅次數恐怕比去酒樓飲茶嘅次數仲要多。望住身邊嘅親人老伴，甚至自己嘅人類遭遇病痛或人生嘅重大挫折，我哋嘅心都喺倒滴血。呢個時候我哋應該點算？係陪住佢哋一齊喊，定係講幾句唔好擔心呢？一定會好翻嘅嚟安慰佢哋。老衲而家要講嘅第三個故事，會顛覆你對愛唔愛同關心嘅認知。第三個故事出自佛經，喺佛陀時代有一位居士叫做維摩詰。呢個人非常犀利，佢雖然係在家人的身份，卻有着菩薩嘅智慧同境界，佢同抵一切佛法，辯才無礙。就連佛陀嘅好多大弟子喺佢面前都自嘆不如。有一日維摩詰病咗，消息傳出去之後，好多人都想去探佢。佛陀知道呢件事之後，就叫弟子們輪流去探維摩詰，順便同佢論法。但奇怪嘅事發生啦，佛陀嘅大弟子們一個接一個咁推辭，話自己唔敢去，舍利弗話唔敢去，目犍連話唔敢去，大迦葉話唔敢去。點解呢？因為佢哋以前都曾經同維摩詰有過對話，每次都被維摩詰問到口硬啞，所以佢哋都唔好意思再去。最後只有文殊菩薩肯去。文殊菩薩帶住一班人來到維摩詰嘅住處，佢哋入屋之後，發覺維摩詰瞓喺床上，望落病得好重。文殊菩薩就問佢：居士，你嘅病係由邊度嚟嘅？維摩詰嘅回答非常有意思，佢話：我嘅病係從眾生嘅病中嚟嘅，因為眾生病咗，所以我都會病。眾生嘅病幾時好，我嘅病就幾時好。老友記，呢句話聽落好慈悲，啱唔啱？但如果你只係睇到呢一層，咁你就仲未睇到維摩詰真正想講嘅係咩？呢個只係菩薩嘅同體大悲咁犀利嘅喺後頭。接落嚟文殊菩薩又問咗一個問題：咁菩薩應該點樣去慰問病人呢？維摩詰嘅回答令所有人都震驚咗。唔應該令病人產生更多嘅執着，亦都唔應該令病人產生更多嘅厭惡。咩意思呢？當你去關心一個人嘅時候，唔好令佢更加執着於佢嘅病，亦都唔好令佢更加討厭佢嘅病老衲。用大家最熟悉嘅生活場景嚟解釋：當你嘅老伴或者老友生咗重病，瞓喺病床上，你係咪成日捉住佢自首話你放心，醫生話無事，你一定會長命百歲，
好快就可以出院同我哋去飲茶啦。維摩詰居士話俾我哋知，唔好一直同佢講你一定會好返嘅，因為咁會令佢執着於健康呢個概念，亦都唔好一直同佢講生病真係好可憐，因為咁會令佢更加厭惡自己而家嘅處境。真正嘅慰問唔係俾對方更多嘅執着，而係幫助對方睇清執着本身。維摩詰又話應該話俾病人知，呢個身體係無常嘅，係虛妄嘅，係因緣和合嘅，唔好對佢產生執着，同時亦都唔好因為身體係無常嘅就完全唔理佢，厭棄佢。應該用正確嘅態度去面對呢個身體。聽到呢度，你可能會覺得維摩詰好似有啲冷血，生病嘅人嚟揾佢，佢唔講啲咩安慰嘅話，反而講一大堆佛法嘅道理。呢啲算咩關心？老友記計計，你可能會諗，大師啊，人家都病到咁辛苦啦，我仲同佢講無常講空，呢個唔係喺人家傷口上洗鹽咩？但係你再仔細諗諗，當一個人患病嘅時候，如果你只係一味咁安慰佢，講一啲唔好擔心，一切都會好呢種說話，真係有用咩？呢啲話可能會令佢暫時感覺好少少，但根本嘅問題解決咗未？佢對疾病嘅恐懼解決咗未？佢對死亡嘅焦慮解決咗未？冇。你俾佢，你係俾佢呀，只係世俗嘅一粒止痛藥，一粒糖。當藥效過咗，佢面對殘酷嘅病痛同未知嘅死亡，依然會陷入無盡嘅恐懼同絕望之中。你越係俾佢編織一個一定會好嘅幻夢，當幻夢破滅時，佢嘅痛苦就越深。而維摩詰做嘅事係幫對方從根本上改變睇問題嘅方式，佢唔係唔關心，佢係用另一種方式喺度關心，而係對方長遠嘅覺醒。呢個就係維摩詰嘅智慧。佢表面上望落好冷，但佢個心比任何人都更熱。佢只係唔願意用嗰種表面嘅無效嘅方式去表達佢嘅關心，因為佢知道咁樣做只會令對方陷入更深嘅執着。喺親情裏面，呢份冷酷亦都係一樣嘅。當你嘅仔女遭遇失業、痴憤、破產，你唔好跟住佢哋一齊痛罵呢個世界唔公平，亦都唔好大包大攬咁話有阿媽喺度，阿媽養你一世。你咁樣做只會令佢哋對逆境產生更深嘅怨恨，或者對你產生更深嘅依賴。你應該做嗰個冷酷嘅維摩詰。你可以俾佢煮一餐熱飯，但你要平靜咁話佢知，人生起起落落，呢個就係無常。呢段婚姻緣分盡咗，呢個就係緣起性空，呢份講冇咗，啱啱好係重新認識自己嘅契機。老友記，唔好做嗰個只會俾糖嘅肉糜，要做嗰個甘於幫親人挑破膿瘡、斬斷執念嘅奶王。行中道，否過自己。聽完呢三個故事，你會對親情中嘅冷酷有一個全新嘅理解。目犍連嘅故事話，我哋只要認清自己嘅無能為力；禪師嘅故事話，我哋只要放低為你好嘅執念；而維摩詰嘅故事話，我哋知真正嘅關心唔係滿足對方嘅期待，而係幫助對方睇清真相。道理我哋聽咗好多，因果嘅真相亦都為大家剖析得七七八八啦。但老衲深知，身在紅塵，要你哋立刻重開嗰上緊找咗幾十年嘅手，談何容易？好多老人家會同老衲講，大師你叫我放低難道就係叫我從此對仔女不聞不問，當佢哋係透明嘅咩？非也，非也。如果你走向咗另一個極端，變得麻木不仁，嗰個唔叫睇破，嗰個叫頑空，係另一重如此。所以接落嚟老衲要傳授俾你哋嘅係佛法中最核心嘅智慧中道。老友記要明白點樣喺生活裏面修行，我哋首先要參透心經。心經裏面有句話：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未掉色即是空。簡單嚟講，色指嘅係世間嘅一切現象，包括我哋嘅身體感受，念頭亦同我哋同其他人嘅關係。空唔係話呢啲嘢唔存在，而係話呢啲嘢冇一個固定不變嘅本質。為咗令大家更加明白，龍樹菩薩喺眾論裏面講得極為透徹。龍樹菩薩喺中論話種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加名，亦是眾道義。
一切因緣而生嘅事物都係空嘅，都係假名，都係冇固定本質嘅。但係呢樣並不意味着佢哋唔存在，亦唔意味着我哋需要去逃避佢哋。咩係中道嘅意思？係既唔執着於有，亦唔執着於冇，既唔認為關係係永恆不變嘅，亦唔會因為佢會變化就完全唔在乎。老衲打個比喻，你同屋企人嘅關係就好似一朵花咁，佢會盛開亦會凋謝，佢靚嘅時候你欣賞佢，會凋謝嘅時候你唔執着於佢，你唔會因為佢會凋謝就唔會欣賞佢，你亦都唔會因為佢曾經靚就求佢永遠不變。呢個就係佛學入面講嘅不住過去，不住未來，只安住於當下。呢個就係我哋喺親情裏面保持嘅中道之冷。為咗令各位老友記可以喺柴米油鹽甚至湊孫買餸嘅日常入面落實，老衲總結咗4個層次嘅修行方法，你可以根據自己嘅情況嚟練習。第一層，認清界線，守住老本，人孫自有人孫福。好多華人父母最大嘅通病就係冇界線感，個仔結咗婚，你仲要攞住後備匙去佢哋屋企幫手打掃。個女生仔啦，你非要用你30年前嘅老套路去干涉佢嘅育人方式。老友記，仔女成家立業就係一個獨立嘅宇宙啦。你嘅界線喺邊？你自己將時間同金錢攞喺自己身上，去公園打下太極，約3、5知己去茶樓，一盅2件。認清界線就係明白你指手伸得越長，惹嚟嘅怨氣就越多。第二層，放低應該，停止道德綁架嘅勒索。我哋上面講過，所有嘅痛苦都源於心入面嘅劇本。從今日開始，將嘴邊嘅你應該全部刪除。唔好覺得我每個月幫你交水電費，你應該逢年過節翻嚟睇我。唔好覺得我將最好嘅湯都留俾你，你應該對我言聽計從。停止呢種變相嘅交易啦，將你應該換成我隨緣，你會發覺空氣都變得清新啲。第三層，看見投射，直面孤獨，唔向家人索取，居家人索取。點解你咁渴望仔女嘅陪伴？好多時唔係因為你有寄愛佢哋，而係因為你經衰老，經被社會淘汰，經過從深夜裏冇人問津嘅孤獨，你見到自己嘅恐懼未？你將呢種恐懼投射到屋企人身上，變成咗對佢哋嘅過度依賴同索取。老友記，學識同自己獨處，學識面對衰老。你嘅孤獨仔女冇，只有你自己內心嘅充盈先可以治愈。第四層，轉化連結，從你微而苦到靈魂共振。當你做到咗頭3步，你同屋企人嘅關係就會發生質嘅轉化。你哋唔再係藤蔓同大樹咁互相纏繞、互相消耗嘅關係，而係變成咗2棵並肩站立嘅樹，根喺地下相連，枝葉喺雲裏相觸，但彼此都有獨立嘅陽光同雨水。天雨花若盛開，互都自來。而家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喺你嘅生命裏面，有冇咁樣一個人，你一直想改變佢，一直想令佢變成你心目中嗰個應該嘅樣？可能係你嘅父母，可能係你嘅細佬，可能係你嘅另一半，亦可能係你嘅兄弟姊妹。各位老友記，你願唔願意由今日開始試下放低嗰個應該？唔係放棄佢，唔係唔理佢，只係放低你對佢嘅執着，放低你對佢嘅期待，放低你對佢嘅控制，然後睇下會發生咩事。你可能會發覺，當你放低嗰一刻，你心入面會有一重重未有過嘅輕鬆。你可能會發覺，當你唔再試圖改變對方嘅時候，對方反而更願意向你敞開。你可能會發覺，你同佢之間嘅關係喺某種奇妙嘅方式下變得比以前更好。呢個唔係我嘅理論，呢個係無數人嘅真實經歷。當你可以用呢種心態去面對親情關係，你會發覺好多原本令你痛苦嘅事，突然就唔痛苦啦。你唔再需要父母嘅認可，先覺得自己有價值；你唔再需要細路嘅成功，先覺得自己係好父母；你唔再需要另一半嘅完美，先覺得呢段婚姻值得。你只係安安靜靜咁喺呢段關係裏面做好你自己可以做嘅事，然後隨緣。呢個就係冷酷背後嘅真正含義。
佢唔係唔在乎，而係唔執着，佢唔係冇情，而係一重更高層次嘅友情。老衲帶大家回顧咗目犍連尊者嘅無奈、禪師父子嘅恩怨，以及維摩詰居士嘅菩薩冷眼。我哋一層一層撳磨，開咗世俗親情嘅糖衣，睇到咗入面嘅執念同妄想。真正嘅和諧唔係來自於控制，而係來自於放手。真正嘅愛唔係來自於執着，而係來自於自由。真正嘅慈悲唔係滿足對方嘅期待，而係幫助對方覺醒。老友記，你已經為呢個家操勞咗大半世人，而家係時候將嗰對閂門後揀嘅手重開啦。當然，老衲知道要將幾十年嘅習慣改調，並非一朝一夕嘅事。當然，我唔能夠保證呢樣對每個人都豁用，每個人嘅情況唔同，每段關係嘅因緣唔同。但係我可以話俾你知嘅係，佛學裏面嗰啲關於放低嘅智慧已經流傳咗2500，幫咗無數人走出痛苦，揾到自在。佢一定有佢嘅道理。與其日日望住人類有冇按時食飯，新抱有冇面色你睇，老伴有冇關心你，不如將呢份心力收翻埋，去從基本法，去沖一壺好茶，去寺廟裏面聽下鐘聲，或者就喺屋企安安靜靜撳念幾句佛號。最後我想用一句話嚟結束今日嘅內容，呢句話嚟自一位老禪師，佢話：花若盛開無朵自來，你若精彩填自安排。記住老衲嘅話，你唔需要追住別人跑，唔需要拼命想改變邊個，你只需要將自己嘅生命活好，將自己個心照顧好。當你唔再係一團焦慮嘅火，而係一潭清澈嘅水，當你自己足夠安定、足夠通透嘅時候，你身邊嘅關係自然就會和諧，因為你唔再係嗰個需要向外索取嘅人，你成咗嗰個可以向外給予嘅人。